世界上每一個人，包括你同埋我咧，喺做任何判斷嘅時候，都可能會有錯誤，會有誤差。呢啲誤差咧，可能係由一啲顯然易見嘅偏誤引起啦，亦都可能咧係由一啲無形嘅雜訊引起嘅。咁到底咩係雜訊呢？雜訊分邊幾款呢？我哋又要點樣做先至可以減低到雜訊對於我哋判斷嘅影響呢？咁聽完今集嘅內容咧，你就可以解答到呢一啲嘅問題噶啦。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收聽 Just For 讀書會，我係 Justin。今集咧想同大家分享本書咧，書名叫做《雜訊》，咁副標題咧就係人類判斷的缺陷。咁呢本書咧有3個作者嘅，分別咧就係丹尼爾康納曼啦、奧利維直波尼啦，同埋海斯桑斯丁嘅。咁呢3條係乜水呢？咁首先咧就係丹尼爾康納曼。丹尼爾康納曼咧亦都係快思慢想嘅作者。咁之前咧都介紹過呢本書嘅。咁丹尼爾康納曼咧係一個心理學家啦，亦都被公認為咧繼弗洛伊德之後咧當代最偉大嘅一個心理學家嚟嘅。而奧利維直波尼咧就係一個商業政策嘅教授嚟嘅。咁佢好多研究咧都係圍繞住到底我哋人類點樣提升決策嘅品質呢？至於海斯桑斯丁咧就係一個哈佛大學法學院嘅教授嚟嘅。咁呢3個咁舉足輕重嘅人物到底合著咗一本咩書出嚟呢？咁雜訊呢本書咧就係講當我哋人類去做決定、去做判斷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忽略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問題咧就係雜訊嘅存在。咁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咧，到底雜訊點樣影響到我哋判斷？雜訊到底係咩嘅一回事啦？咁當我哋做判斷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會判斷錯誤啦，或者同真實嘅結果咧有偏離。咁呢個判斷結果嘅偏離咧，我哋稱佢為誤差。舉個例啦，假設我係一個金融分析師，咁我估計呢隻股票咧聽日會上漲10%嘅。咁如果去到聽日咧呢隻股票只係上漲咗6%嘅話咧，剩翻嗰4%咧就係所謂嘅誤差。英文咧就係 error 啦。而所謂嘅誤差咧就係由偏誤啦同埋雜訊組成嘅。咁首先咧，我講下咩係偏誤啦。咁偏誤咧，英文就係 bias。咁原來偏誤咧喺心理學界咧已經好多人有所研究噶啦。而作者 Daniel Kahneman 咧亦都喺佢其中一本書《快思慢想》咧介紹過咩係偏誤啊。咁我舉啲例子，可能大家都會聽過。例如係確認偏誤啦。確認偏誤咧講緊嘅就係我哋會選擇性咁去接收啦，或者收集一啲咧支持我哋信念嘅信息或者資訊啦。而選擇性咁忽略一啲咧唔符合我哋自身信念嘅信息，又或者另一個偏誤嘅例子咧叫做幸存者偏誤啦，或者叫幸存者偏差啦。咁就係講咧我哋只會關注嗰啲成功咗咧或者生存落嚟嘅個案，而忽略咗呢一啲失敗啦或者消失咗嘅事物。咁呢啲偏誤咧往往都易於觀察啦，而且咧當你觀察到佢哋之後咧就好容易去避免。咁透過避免偏誤去提升我哋判斷嘅質素咧，相對簡單。而雜訊咧，英文就係 noise。咁雜訊呢樣嘢咧，其實喺日常生活咧係好難觀察到嘅。只有咧透過統計學咧，我哋先可以留意到雜訊嘅存在。而呢本書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講只要有人判斷嘅地方咧，就會有雜訊嘅出現啊。就算你覺得某啲範疇或者行業係好專業啦，好無可挑剔都好咧，都會俾雜訊影響到嘅。書入邊其中一啲例子咧，包括係一啲專業嘅大法官去判一啲囚犯嘅刑期啦，或者係一啲指紋鑑證專家去鑑證指紋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俾雜訊影響咗嘅。咁我都喺書入邊抽咗其中一張圖出嚟咧，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到偏誤同埋雜訊嘅分別。咁如果你睇唔到熒幕咧，你都可以聽我口頭嘅複述俾你聽嘅。咁呢張圖咧有4個箭靶啦，我哋可以叫佢做 A、B、C、D 啦。而每個箭靶咧又有5個交叉喺上面，而每一個交叉咧就代表每一槍嘅落點啊。咁個故事咧就係講緊有4隊人啦，每隊人咧有5個人，每人咧可以射一槍落個箭靶度。咁首先咧我哋一齊睇下 A 隊，咁喺 A 隊咧5槍嘅落點咧都正中紅心嘅，咁代表 A 隊嘅人喺做判斷嘅時候咧準確無誤啦，冇受到偏誤啦或者雜訊嘅影響啊。去到 B 隊啦，咁佢哋5槍咧都冇射中靶心啦。咁但係5槍咧都不約而同咁射中咗箭靶偏向左下角嘅位置，咁呢個咧就代表大家咧都被同一個偏誤影響咗，
例如係咧，大家都受到規劃偏誤嘅影響，大家咧都會低估咗一個項目需要完成嘅時間。例如起棟樓咁啦，實際起完之後咧，通常都比預估時間係耐嘅，好少咧會話諗住棟樓起1年啦，但係咧起半年就起完啦。咁去到 C 嗰張圖咧，就見到5窗嘅落點咧都分散4周，但係咧就冇話偏埋一邊嘅。咁呢個咧就代表住佢哋嘅判斷咧俾雜訊影響咗。咁係因為咧雜訊對於每一個人判斷嘅影響幅度啦，或者方向咧都唔一樣嘅。咁喺下一部分咧會同大家詳細解釋。咁去到 D 嘅箭靶啦，你會見到咧嗰5窗嘅落點咧好似 B 咁啦，偏埋左下角啦，而且咧都比較分散，代表咧佢哋5窗咧同時受到偏誤啦同埋雜訊嘅影響啊。咁所以咧大家應該明白我哋做判斷嘅時候嘅誤差咧，其實就係偏誤同埋雜訊嘅總和啦。而無論我哋降低到偏誤又好，雜訊都好咧，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判斷嘅質量嘅。好啦，咁講咗咁耐，到底雜訊其實係啲咩嚟嘅呢？咁雜訊咧分做幾款嘅。咁首先第一款咧叫做水準雜訊。咁所謂水準雜訊咧，就係唔同個體之間做判斷嘅差異啊。咁書入面咧就統計咗唔同法官判決唔同類型案件嘅一啲刑期啦，發現咧有啲法官咧永遠都比較寬容啦，有啲法官咧就永遠都比較嚴格，意味住咧同一個案件咧，我俾 A 判同 B 判咧判出嚟嘅刑期咧係會唔同，而水準雜訊咧透過1單2單嘅判刑咧睇唔出嘅。我喺上一部分講啦，雜訊之所以喺統計學之下先會顯現意見呢，就係因為咧我哋要記錄到個法官可能100單、200單嘅案件。再睇下佢平均判刑嘅刑期呢，再同其他法官去做一個對比，咁先可以知道佢係一個比較嚴格嘅法官啦，定係一個比較寬容嘅法官。正正因為呢，我哋每個人都受住唔同嘅水準雜訊影響啦，咁導致啱啱嗰張圖呢，開落箭靶嗰5窗嘅落點呢，全部都唔一樣。有啲人呢就會偏左啦，有啲人就會偏右，就好似啲法官咁樣啦。有啲人呢就永遠都嚴格啲，有啲人呢就永遠都寬容啲啦。咁除咗水準雜訊之外呢，下一種雜訊呢就叫做場合雜訊。咁所謂場合雜訊呢，就正如其名啦，就係話我哋做判斷嘅時候呢，俾場合影響咗。咁呢啲場合呢，唔單止淨係講地點嘅，咁地點可能係你喺一個冇人嘅地方度做判斷呢，可能就會壓力細啲啦，表現得好啲。例如你喺屋企度練習考試答題呢，就表現得好啲啦。咁但係真係去到考試場地啦，陌生嘅環境呢，令你壓力大咗。咁好自然地咧，你嘅判斷就會俾呢個壓力啦，或者場合所影響。咁但係作者就話啦，除咗場地嘅改變之外呢，其實場合雜訊呢仲包咗好多嘢，甚至咧你意想唔到嘅原因呢，都會影響到我哋嘅判斷。例如係今日嘅天氣係晴天定陰天啦，或者有支持嘅球隊琴日有冇贏波啦，或者呢度冷氣夠唔夠凍啦，我眼唔眼瞓啦，食咗飯未啦。而作者做嗰啲統計都發現呢，原來天氣好嘅時候呢，法官嘅判刑係比較輕嘅。咁所以呢，如果下次有咩事你要上庭呢，都可以祈下禱，希望呢嗰日可以風和日麗啦。咁我哋點樣證明到場合雜訊嘅存在呢？咁最直接嘅方法呢，就係喺呢個被測試嘅個體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呢，用同一個樣本呢，俾佢做2次嘅評價，咁樣呢，就可以篩走到偏誤啦，可以篩走到水準雜訊啦，亦都可以篩走到陣間會介紹嘅穩定形態雜訊。咁詳細係點做呢？咁例如你一個唱歌老師先算啦，咁呢就會俾你睇一條人哋唱歌錄嘅片啦，或者係一條聲軌咁樣。咁聽完之後呢，就住佢唱歌表現呢評分。咁之後呢，就再隔一段時間，可能係1-2個月啦，咁就再俾你聽多次呢首歌啦，就再評分。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因為你無論係嚴格嘅唱歌老師又好啦，或者寬容嘅唱歌老師都好呢，我哋個人嘅嚴謹度呢，係唔會因為1-2個月嘅時間而改變嘅。咁所以呢，水準雜訊對於2次唱歌表現嘅改變呢，就可以被忽略。而如果今日俾完你聽，你俾咗可能80分嘅，咁下個禮拜再俾你聽，而你唔記得聽過呢個人嘅時候，你俾咗70分呢，呢個就顯示到場合雜訊嘅影響啦。可能你今日聽呢就眼瞓啲啦，或者你心情差啲，咁你自然呢就俾低分啲啦。咁可能你覺得唱歌俾幾多分好小事啫，咁但係去到其他重要嘅場合，例如係法官嘅判定啦，例如係指紋嘅鑑證啦，其實呢啲場合雜訊呢都無處不在，令到社會應有嘅公平性呢大大降低啦。
咁去到最後一種雜訊呢，就叫做穩定形態雜訊。咁穩定形態雜訊呢，就係指唔同人嘅獨特性啊。咁大家要留意嘅係咧，穩定形態雜訊同埋水準雜訊咧有少少唔同嘅。水準雜訊講嘅係咧，嗰個法官永遠都係比較嚴格，同埋永遠都係比較寬容。嗰一個嘅金融分析師永遠都係比較睇旺個市啦，或者永遠都係比較睇淡個市嘅。咁但係穩定形態雜訊咧就係講緊嗰個法官對於某一種形態嘅判決咧係會特別嚴格或者特別寬容嘅。例如嗰個法官咧對於女囚犯嘅判刑咧特別寬容啦。又或者對於交通罪案嘅判刑咧特別嚴格嘅。咁穩定形態雜訊嘅出現咧，可能係因為每個人獨特嘅經歷啦，佢哋成長嘅環境啦，或者接收到嘅資訊啦，塑造出嚟。所以咧係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嘅。咁我舉個例啦，可能呢一個法官咧，佢細個屋企人咧因為車禍喪生嘅，咁所以咧佢對交通案件嘅判刑咧特別嚴格。而如果你想喺判斷入面發現到穩定形態雜訊嘅存在咧，我哋咧都係要透過統計學啦，可能統計下，咦，原來呢個法官咧喺判呢啲交通罪案嘅平均刑期咧係會比其他法官咧多3個月嘅。但係同理啦，如果你單獨睇每一個法官嘅判決，或者係我哋日常嘅每一個判斷咧，根本咧就冇可能發現到呢一啲雜訊嘅存在嘅。咁聽到呢度咧，大家都應該知道雜訊都分3種啦。分別咧係水準雜訊啦，講緊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嘅判斷咧都會偏埋一面嘅。有啲人永遠都寬容啲啦，有啲人咧就永遠都嚴格啲嘅，或者咧有啲人永遠都咁樂觀，有啲人咧永遠都咁悲觀。而水準雜訊以外咧就係形態雜訊。形態雜訊咧就可以分為穩定形態雜訊啦，同埋場合雜訊。咁場合雜訊咧就係講緊我哋俾一啲唔拉楞唔相關嘅原因咧影響咗判斷。無論係天氣又好，場地又好，心情又好，或者琴晚食嗰個意粉好難食都好咧，呢啲都可以成為場合雜訊。而穩定形態雜訊咧，就因為我哋每一個人自身嘅成長環境又好，經歷又好，價值觀又好，或者吸收嘅資訊唔同都好咧，令到我哋對於每一件事嘅判斷咧都有所不同。而呢一個不同咧，就呈現咗一種形態，例如係個法官咧，對於交通案件嘅罪犯咧，就會判得特別重啦。咁喺認知到雜訊嘅存在之後，到底喺我哋日常做判斷、做決策嘅時候，到底有冇啲咩我哋可以做，令到雜訊嘅影響可以最少呢？咁書入面咧提供咗唔少嘅方法同埋實用嘅技巧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自我重複抽樣法啦。英文咧就叫做 dialectical bootstrapping 啦，係由2個德國嘅研究人員咧所發展出嘅一套原則或者方法嚟嘅。咁呢個方法點樣做嘅呢？就係講緊我哋喺做一個判斷嘅時候呢，喺第一次做判斷做估值嘅時候呢，先估咗個數啦。例如呢，我俾咗一個案件嘅資料你睇啦，包括可能罪犯嘅資料啦、證供啦、證物啦等等等等。咁今日你睇完呢個 file 之後呢，就覺得呢條呢應該係判5年噶啦。咁喺我哋做完呢一個5年嘅判斷之後呢，隔一段時間呢，就睇翻同一個案件，睇翻同一啲資訊，再做多次判斷，盡量呢俾呢個判斷同最初自己想法呢保持一段距離。咁可能呢，今次你睇完呢一個案件之後呢，覺得呢條呢應該係判4年噶啦。咁之後呢，再將2次嘅答案呢平均咗佢，即係加埋除以2。而呢啲研究人員就發現啦，往往平均咗之後嘅答案呢，就更加趨向或者更加接近真正嘅答案。因為當我隔一段時間再做多次判斷嘅時候呢，就可以減少到場合雜訊對於我判斷嘅影響。可能我今日做判斷嘅時候呢，個心情好差嘅，好曳嘅，咁我自然呢判刑就判得比較重啦。又或者呢單案件係最後一單嘅案件啦，咁我呢已經好眼瞓啦，想快啲收工，咁自然呢就冇咁容易保釋個犯人。咁呢個因為法官長時間嘅工作令至囚犯嘅保釋率比較低，亦都係喺書入邊透過統計學發現到一個不爭嘅事實嚟嘅。咁除咗自己做2次判斷之外呢，其實減少雜訊呢，亦都可以透過綜合好多人嘅獨立判斷而達成到嘅。咁其中一個例子呢，你可以幻想下你面前有一個透明嘅玻璃罌啦。咁呢個玻璃罌入面咧裝住啲糖啦，可能唔係好多，可能係50-60粒咁樣啦。咁我哋之後咧就喺條街度揾啲路人去估計到底呢個玻璃罌入面有幾多粒糖呢？
咁神奇嘅係咧，發現大家估計嘅平均值咧，往往都係趨向真實嘅數值嘅。咁書入面咧就用另一個例子嘅，咁就係估計一隻公牛俾人開咗刀之後咧，佢個重量係幾多磅啦。咁喺呢個實驗咧，綜合咗全村797個村民嘅意見啦，之後咧再除翻個平均值，發現村民平均值嘅估計咧係1197磅啦，而公牛實際宰殺之後嘅重量係1198磅，咁啊非常之接近。咁作者就叫呢個方法咧做群眾智慧效應，講嘅就係咧，當我哋將唔同人獨立嘅判斷加以平均之後咧，通常都會更接近真實嘅答案。咁係因為咧，當我哋咁做嘅時候咧，就可以忽略咗水準雜訊啦，同埋固定形態雜訊對我哋判斷嘅影響啊。咁睇完呢本書之後咧，覺得我哋其實現實生活中唔同嘅領域啦，無論係法律又好啦，經濟預測又好啦，法醫鑑定又好啦，醫療又好啦，或者你從事嗰一行，只要有人為判斷嘅話咧，其實一定會俾偏誤啦同埋雜訊影響咗嘅。而當我哋去實踐一啲去減少雜訊嘅方法，去提升我哋判斷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結果都唔係顯而易見。例如，如果我想減少偏誤，我想估計一棟樓起幾耐呢？除咗估完每一個步驟要起幾耐之後呢，我可能會預留翻啲空間去提防啲突發情況啦，例如可能發現到炸彈咁樣，或者參考翻之前唔同嘅案例咧，去睇下實際要起幾耐，再將我期望時間咧實際調整。咁當真正有突發事情發生，例如真係喺地底發現咗炸彈，咁你就知道你做咗減少偏誤嘅措施咧，實際上係發生緊效用啦，係做到嘢嘅。咁但係當我哋做一啲減少雜訊嘅措施嘅時候呢，作者就比喻咧，好似我哋去完街翻屋企洗手咁樣。洗手嘅時候呢，我哋根本就唔知自己洗咗啲咩菌，係大腸桿菌、沙門氏菌定係咩菌呢？而且洗完之後呢，好似同冇洗冇乜分別嘅。而我哋做一啲降低雜訊嘅措施嘅時候呢，就同預防病毒一樣啦。例如咧，你做判斷嘅時候用咗自我重複抽樣法，綜合咗你2次判斷嘅平均值啦。咁但係做完之後呢，唔係好覺得減少咗啲咩雜訊，因為咧我哋睇唔到雜訊，亦都睇唔到病毒，令到我哋好多時候做判斷咧都忽略咗雜訊嘅存在啦。咁聽完今集之後呢，希望大家都認知到，凡係有判斷嘅地方都一定有雜訊啦，而且咧雜訊比我哋想象中係多好多好多。咁今集內容呢，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都好推薦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下《雜訊》呢本書。咁如果你睇過《快思慢想》咧，《快思慢想》就係一本講關於偏誤嘅書啦。而呢本咧就係一本關於雜訊嘅書嚟嘅。咁相信睇晒2本書之後咧，你會對於人類點樣思考啦，點樣做判斷咧，有一個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嘅了解。咁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內容咧，不妨讚好啦、訂閱同埋分享俾你朋友。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